今日係行程嘅第4日，呢集主要係記錄黃果樹大瀑布。我哋首先去睇黃果樹瀑布群之中嘅陡坡塘瀑布。陡坡塘瀑布係喺瀑布群之中最頂嘅，同埋佢係最闊嘅瀑布嚟，有105公尺闊。內地86年版嘅電視劇《西遊記》取景嘅地方就係喺呢度啦。12點20分到呢度。出去出境區入飯入完飯再次入園。呢個你張票咧可以8日可以用。你可以喺呢個逗留。呢張票可以好似係。睇完陡坡塘瀑布之後，我哋就離開景區去食午飯，跟住呢再返回景區。呢次呢係向下走啊，與被譽為亞洲第一大瀑布黃果樹瀑布會一會面。向下走咗冇幾耐，好快呢就見到大瀑布喺我哋嘅右前方。我哋越行近，瀑布變得越大。水流從70幾米高嘅懸崖傾瀉而下，撞擊下邊嘅犀牛潭發出隆隆巨響，離好遠都聽得到嘅。七色彩虹嘅出現，令到咁澎湃嘅瀑布都有幾分嬌俏。瀑布嘅闊度有101米，
水幕廣闊，雖然唔係處喺水量最大嘅時候，睇落都幾似一抽巨大嘅白銀鏈掛喺懸崖。而是銀河落九天就係呢個景象啦。可以經由瀑布背後嘅水簾洞穿過，近距離感受水氣撲面同埋萬馬奔騰嘅震撼感。係啊，成個水簾洞都好窄嘅啫，路面又濕滑，一定要非常之小心。